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节目一开始，先来关心到这空军的青山攻击地，今下晡2点多发生意外，一名航空开飞弹指挥部302营姓柯的上兵呢，伊伫咧基地内面的靶场，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这枪雄雄发射对伊的下颌甲弹落去，烫过伊的面，当场是昏迷不醒，送病院了后，有关是救不回来。台中青山攻击地传出意外，台北下晡有一个士兵伫下被训练的过程中着枪，经过送病院抢救嘛是过往。现在确定已经死亡了。好，那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当中，那也会这个调出监视的这个录影带来确认一下他这个肇事的原因，这样。国防部长顾立雄正是这个姓柯的上兵，所属的单位是空军防空舰飞弹指挥部302营。台北下晡2点外，迄当阵正在做步枪实弹射击的过程，但是唔知影什么原因，枪击激发，造成伊下颌着枪，枪支对伊的面捅过。第一时间hướng送去东综合病院来抢救，但是到院已经无喘气、无心跳，伤势过重过往啊。除了做紧急的伤损的抢救以外，那么空军也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们官兵的眷属，并且指派高阶的干部到现场去协助处理整体的这个事件。我想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人命伤损的事件，对于我们所有国军官兵来说都是非常心痛的一件事情。那么有关于事件的详细噪音，我们会配合检调单位、检警的调查去做深入的厘清。空军司令部强调讲，代志发生了后，已经随联络家属，嘛随派高阶干部来处理，嘛会成立专案小组配合检调单位来调查厘清原因。目前会全力帮助家属来处理后事。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伫咧双十晚会顶头讲，这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拄过这75岁生日尔，所以无可能是113岁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有日本的学者是认为讲，赖总统这款的讲法真新，而且也真趣味。所以赖总统会伫咧双十典礼顶头发表谈话，这内容外界也拢真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号刚过完75岁生日。再过几天，中华民国就要过113岁生日。就年纪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蔡国伫台北大巨蛋的双十晚会，总统赖清德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可能是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也讲，若有人要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用词爱精准，唔通用祖国2个字。这个新的两岸论述引起英国《卫报》、独立报等等外国媒体关注。清华大学英语讲座教授、日本籍学者小笠原欣幸也伫面册答问分析。赖清德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中华民国抗做伙，讲中华民国是祖国，赖清德是头一个安尼讲的总统，而且认为赖清德以前总统蔡英文中华民国台湾为基础，加入家己的解说方式是真新真趣味的观点。过来也有学者认为，赖清德的致辞呈现2大重点。凸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是台湾的祖国，中华民国的祖国，那这个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第二个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基本上仍然是互不隶属的。国庆的演说，这是他在就职演说之后第一次执政，过了将近4个多月，将近5个月。那他在两岸关系的政策的立场跟主张上，相较于就职演说有没有什么变化？这当然是大家关注重点了。针对赖总统的双十晚会致辞内容，中国目前并无发表回应。学者认为，双十晚会的致辞只是起头，所来双十典礼的谈话，才是牵连两岸关系的重点。记者讲林旭凯台北报道。顶个月23，有15个新兵坐台中市桥内游览车去到营区，不过这车顶雪伫咧放中国共产党入党的宣誓过程，就阿兵哥认为讲安尼死是真唔通的。立委也认为讲这牵涉到两岸敏感的政治议题，业者有严重的过失。那市政府是表示讲这是司机家己放的，唔是市政府要求的，已经违反客约规定，也会追究责任。
新兵1号到连一合场一合，点名了后进行写资料等流程。真侪地方政府拢有派专车送新兵到营区。不过，顶个月23有新兵坐地中市府委外游览车前往嘉义的中溪营区，车中影片刷放中国公安请这好讲出为共产主义奋斗一世人的敏感对话，有阿兵哥感觉无妥当，翕相片传到社群。无适当，嘿，就是有一点。就是轻重的问题啊！民众也感觉无妥当，怀疑有亲中的立场。车顶施动时，其实有带队的区公所的人员煞无主动影片放送。为民众这句台词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就抓词，对中国12代了后就用到大。现在的说明是说司机自省，但是我是认为这个就是一个警觉性跟习惯性的问题。未来跟民间在订定契约的时候，对于这种行为人的行为注意的态样。我们可以在契约之外的精神，或者契约里面的适合的文字来做一些说明。台中市府出面驳回讲，影片是游览车司机放唔对去，前30分钟无承保多项措施规范已经违约，佮爆出牵连到量化政治敏感议题的影片会追究到底。该车轮播影片未符合规范，涉及两岸政治敏感议题，更不容许。业者显有严重疏失。民政局将召开会议检讨惩处。民政局表示，司机讲当工时随机放电影，唔是调工的。不过后续会要求业者加强教育训练，若车顶的护送人员无去主动，已经送到科技会议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摆3道2风台造成高雄有2500多丛树仔风扫倒去，其中高雄市定古迹三地厝车头边啊，就一丛100年的青仔树也倒去啊。附近的居民是希望讲会当甲这树仔复活正，唔通甲处理掉。这丛本地有4层楼高的100年老青仔，互3道2风台扫倒，即马就倒伫咧三地厝车头办公室的厝顶。附近的民众看到真唔甘，因为因自细汉就看这丛老青仔徛伫咧遐。地方的乡亲甲里长四界走踪，希望政府会当协助，甲老青仔演好正，唔通甲移除。上8毛80吨以上啊，真无彩啊！会动着搁甲用挖起啊，看会挖起袂安尼。里面吼，佮包括我吼，嘛足爱这丛青仔吼，看会当演电吼，甲扶起来袂，嘛是爱尊重人专业啊，专业若感觉讲袂使啊，拄好你若种起来树根，就已经拢烂去啊。如果袂挖，就看世界间爱撤掉，就撤掉。农业局表示，目前三地厝的老青仔已经改除纪念树仔的列管，老青仔将其尾是要留，或者是要甲刷走，爱交互代替来做决定。另外，风台已经过1礼拜啊，伫咧公园阁有学校，要是会当看到真侪倒去的树仔等待处理。工务局统计，高雄拢总有2577件树仔倒去的案件，互算长的树仔拢在去空块的所在成吨的数量真侪，一堆敢若山共款。公文处规划树木堆置场，既有楠梓区、凤山区、小港区等9处。堆置后之树木将以碎木机打碎后，交由厂商处理。高雄市政府估计3道2风台财损超过20亿，这个树仔后续的处理，安怎量早恢复使用，是市政府重要的课题。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这3道2风台过后，北部是落大水雨，金山万里这个所在是淹水做大水。金山真侪所在即马是无水无电，密密茂茂。伫咧网络顶头呢，就一群少年人，因叫做龙金山地方团队，一寡少年家仔伫网络顶头发起1个月救灾活动，鼓励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帮助这个老大人重建家园。我真讲我做啊。63岁赖阿伯伫金山已经做30几档的水电师傅，即届3道2风台所有机具拢浸水，损失要50万，互伊心真痛，嘛真无奈。伊讲规期趁即届的机会来退休，无爱搁做啊。爱电话，遐铁柜啊，伊咩啊家己全袂使啊。我嘛老啊，你搁做，搁买遐物件要来趁无够遐啦。
为着要帮助甲赖阿伯同款的金山居民，农金山地方团队发起1个月救灾活动，希望各界报名做志工，有闲就来斗摒扫，帮助这寡无气力也是独居的老大人，帮助因赶紧恢复清气的环境。清洁队跟政府的国军其实是没有办法进到民宅的空间打扫整理的，所以我们志工比较好进去民间，然后把东西整理出来之后，那大家在公部门比较好去把物件再清理掉。家规拢是土，啊，就是老伙仔伫边啊，就看阮咧斗相共，因的表情就是。嘛就无奈。农金山地方团队表示，目前金山阁有真侪所在是无水无电的，加上有的所在也未受到政府的帮助，也未复原。因希望有更较侪志工加入摒扫的工课，协助当地老大人重建家园。伫摒扫的过程当中，嘛陪伴这老人，关心因的心理状况。记者伫阿选柯敏哲新北报道。让半年啊，国内又再出现着带病入境的麻病个案，是北部30多岁男性，伊9月中去到越南富国岛旅游，回来5天了后出来发病，目前有确认接触者154个人。疾管署表示，讲这麻病正到话潜伏期有3礼拜，若准出现类似的症头，一定要甲医生讲你的旅游史。另外，讲到这新北的天狗日群聚，顶礼拜新增加10个病例，也因为这礼拜东北季风来到为北部地区落大雨，疾管署也提醒民众讲，会积水的物件一定要变好清气，避免生炭病吧。新北天狗日疫情持续升温，顶礼拜一群新增加10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别是住伫新北市8例，也甲台北市2例。加进前公布群聚个案属有共一例群聚事件，拢感染天狗日病毒第2型，累计这件群聚案已经有67例。疾管署表示，这礼拜东北季风带来北部大水雨，不利防治工作，请民众一定要主动清理积水容器，以免鼻毛网生炭。病媒蚊可能因为积水的关系而滋生，也导致这个防治工作的困难，所以特别要呼吁民众能够主动配合双北防疫单位的一些防治工作。另外，出国旅游爱说字，早人半年，国内阁出现有境外移入出票的个案，是一个北部30多岁男性，9月中去越南富国岛佚佗，回来台湾5天后开始破病，一直到9月底身体开始出票，第4届就医才确诊。目前掌握到接触的人154人，会监测到10月17。疾管署特别提醒，因为出片潜伏期上长会达到3礼拜，而且佫真够危人，若做无及时治疗，致死率会达到1成。一个这个麻疹的个案，最多可以传染给18个个案。感染麻疹之后，大概有5%到10%，那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像中耳炎、肺炎或脑炎的并发症。那致死率的话，还是有这个5%到10%。疾管署监测发现，最近东南亚国家出片疫情升悬，每个月有几落百例。越南乌志明市今年阁累积达到600多例，至少造成3个儿童死亡。所以即马开始，甲越南国际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1级的注意，嘛提醒民众，若是出现疑似镜头，爱挂喙暗赶紧就医，并主动通知疑似旅游地也甲接触的人。记者综合报道。台铁公司甲欧洲杯 R200 新型柴油电车的火车堡，今年6月才正式启用。不过今早起呢，伫咧花莲无研究普悠玛列车时阵，却是出现问题咯，卡伫咧吉安乡的中华路边高道附近，这一调就调半点钟较久。讲到这台 R200 型的柴油电机车动力发生异常事件，因为这边高道进行管制，造成花莲市到吉安乡中华路大塞车，代替随甲这列车拖登去机务段检查。为什么这是新车会出现故障呢？代替公司表示，讲这台火车堡也未交付，已经请花莲机务段含制造厂商详细检查故障的原因，限期改善，确定无问题了后，才会当投入营运。继续来看高雄一带对凤山开到佛道纪念馆局7B 路线的公车，今日早起7点外时阵发车了后，无到半点钟，却向无电。这个公车顶头冷气无多放，方向灯也未倒。司机问过升起意见了后呢，决定把这车窗拍开继续驶。事实上，这款的行为已经违法，会影响到大家生命危险，也依法会甲开罚单，而且扣了伊的牌照。
公车还搁在驶，车门因为无冷气是规个开的。台北早起7点外，民众伫高雄坐这台东南客运柑仔7B路线的公车，但是公车驶无半点钟，就忽然间故障无电，方向灯、冷气这设备拢停。迄当阵车顶差不多有10个乘客，但是司机却照常继续驶。他们没有关，如果紧急刹车，如果人没有抓好，就会不小心跌倒。这还是要考虑到乘客的安全，不是说他想一意孤行就是要开的。民众反映讲，这车故障啊，上路有风险。业者下晡是回实咧讲，这个路线对卫武营驶去佛道纪念馆，一天干了4班，来回要3点钟。司机有先问乘客有同意才继续开，规则拢无收钱。路途太远，乘客要等太久，而且司机这老司机他知道。只要不熄火，车子就可以动，所以他一直把所有来回路线开完，才回公司换车。业者讲，各种的公车是使用已经11吨外，特别太晚的柴油车，经过检修，确认是电管保险丝烧去，下晡已经修复。但是虽然司机是好意，驶各种的车上路已经违反道交条例。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0条规定，汽车引擎、底盘、电系、车门损坏，行驶时显有危险而不即行停驶修复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除了罚钱，还会当扣牌照。交通局接到通报讲，各种的公车有照规定定期保养，早起应该是突发事件，会要求业者全面检修，嘛照规定处分，而且纳入服务评鉴的扣分，维护民众坐车的权益和其他过路人行车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发生几落惊这假毒赛车弄死警察和民众的事件，昨昏桃园中立又有这警察车互轿车弄到，几落台车弄做伙。警方也伫咧对方的轿车内面抄到毒品，驾驶也检出有毒品反应。根据统计，伫今年1月到8月有586位警察因为公务受伤，也有3位警察殉职。警车后车道互弄甲密密麻麻，代志就发生伫初7暗头啊。中立警分局来到派出所，一只警车互轿车对后壁真紧弄到了后，再个向前弄到2只汽车，造成省道下班时间大塞车。加在是无人伤亡，警员伫肇事驾驶车内查到真新的毒品，丧尸分弹。现场无人受伤，当场并查获丧尸烟弹2颗。全案讯后，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最近警员执勤威胁安全的事件常常发生。7月13日，新北三中分局2位警员伫半暝咧巡逻时等红灯，互汽车倒边向弄到，造成1位警员送医救无回来。肇事的驾驶伫涉嫌假道赛车。9月3日，土城警分局清水派出所的所长刘宗兴深夜查违停。花查毒品，互要逃走的驾驶驶车拖行，弄到互拿，重伤无法度救回来。根据统计，警察人员去年因为公务受伤897人，因为公务死亡10个人。今年1月到8月，因为公务受伤是有586人，因为公务死亡也有3个人。执勤回来有查获的话，我们的中高阶干部可以去跟着严警一起也去检视他的密录器，来看看他的执勤安全啊，包括处理的程序。学者表示，警政署对车辆的拿检、人车的盘查拢有规范，安全教育 SOP 拢有。建议中高阶的干部会当看环境的密录器，对于实务经验内底讨论执勤的安全、停驶的证据甲比例原则，减少无必要伤亡。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新闻，讲到墨西哥南部加瑞罗州首都市长阿科斯，才上任无到1礼拜时间，伫车人呢放台死，而且佫甲伊的头剁落来，放伫车顶示众。墨西哥的暴力犯罪是真严重，对这拄上任的查甫总统来讲，这是一个真大挑战。墨西哥格瑞罗州的首府期盼新歌市，初7替不幸红台时已经过身的市长阿科斯来举行丧礼，现场是一大堆亲友和市民来，送这个才43岁，就职无到1礼拜的市长上尾一程。墨西哥第2日暗时，一大堆监视人员到发现阿克斯遗体的地点开始验尸，现场嘛有封锁线。当地媒体报道，阿克斯是互人斩首，互发现的时阵身躯和头伫无共所在，头壳互放伫车顶点尸。社群媒体嘛流传真侪影像，但是拢无得到墨西哥官方的证实。墨西哥总统则拄宣誓就职完1礼拜的薛恩保姆，初7强调讲，阿克斯红台时是真不幸，伊会较紧来召开安全会议，针对这案来调查。Hoy en la mañana se presentó el caso, se están haciendo
las investigaciones necesarias para saber pues cuál fue el motivo y cuál fue el móvil y por supuesto pues hacer las detenciones correspondientes。格瑞罗州的州长强调讲，阿克斯洪台是互人真生气，阿克斯所属的政党阁呼吁讲爱查明真相。其实，就伫阿克斯洪台市的前几天，期盼新戈市的官员塔皮亚马洪台市。墨西哥今年6月总统大选和地方选举的期间，拢总有34个候选人同台市。宣保姆6月初3当选了后几点钟，一个查某市长独行连续开19枪无命，会当看出暴力犯罪是真创收。伫南部的格瑞罗州，阁是英国上暴力的地区，嘛是帮派毒枭抢地盘的重点。敢若2023年，当地就有1890个人红台市。墨西哥自从2006年动用军队开始扫毒战了后，全国已经有超过45万人因为暴力犯罪红大海市，还有一大堆民众失踪。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讲到飓风海伦前卡拄走后，卡阁来一个热带风暴密尼顿，一天内就变做是5级的飓风，按算初9会登陆美国佛州西花，这坦帕湾地区可能会出现4公尺的风暴潮。佛州当咧准备2017年以来上届大规模的疏开计划。初6下晡，阁是热带风暴米尔顿，伫24点钟内增强做最高等级的5级飓风，接落来会对墨西哥北部、尤加敦半岛附近的海域转向东北，直接弄入去美国佛州的西部。虽然讲初9登陆的时阵强度会减弱，但是同款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暴风、大水河和风暴潮。佛州的西海岸真侪群拢入来到紧急状态，而且进行大规模的疏散，和公路是有够塌。Just offshore the Florida Peninsula, 1 p.m. Wednesday, with max winds of 145 miles per hour. If you're in this red area, you need to be in action mode. You need to be taking action to protect your house, to protect your family. Somewhere in this purple area, we are predicting 10 to 15 feet of storm surge. If I'm 6 feet tall, that's more than 2 of me high. 当地的居民搁在拼顶一个飓风海伦造成的严重灾情，即马搁无用得底沙包避战米尔顿。We got hit with the last storm. We got flooded. So it's all about prepping this time. 在佛州南部圣彼得的全品康纳球场，其实行军的面层是菜甲满，变作紧急救援和工作人员暂时待伫遮的大本营。坦帕湾动物园嘛，甲动物徙去安全的所在，互因平安度过飓风的考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协会的飓风达人，就是互叫做是知晓者的 P3侦测机，特别是飞去米尔顿飓风的内部，收集数据来帮助了解海上的风暴。救灾抢时间，但是川普的电影却大量在散布谣言，想要伫个国内面独立。黑白讲救灾经费互提给安置非法的移民，联邦官员故作援助共和党的灾民，还有阴谋论讲联邦官员是利用天气的技术，甲风暴是引起共和党执政的区域等，别讲是严重背清，而且讲这种讲白才是真危险的。另外，川普家己伫佛州嘛有真侪产业，伊创立的社群平台真相社群，佛州的母公司办公室就伫飓风危险的路径顶悬。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今年国际金马价起码到3成，也互非洲上届大黄金生产国加入，愈来愈侪人愿意去冒险投入非法采矿。不过，一寡非法的探坑呢，设备真干性，防护也无够，对安全也个环境来讲，这是真大的威胁。要安怎整顿这寡非法的矿场，也变作是今年12月选战的重点之一。树林内底有大小细坑，工人碰只脚，空手伫土沙水内底咧做事。头顶的塑胶袋啊，甲身躯顶的米袋啊，就是因的防护装备。伫西非国家加纳，像这款的非法黄金采矿场愈来愈侪，尤其今年以来金价起价真惊人，吸引更较侪人来冒险。But the time entering, I get some about 60,000. So I go in and I took boys and.We start doing the galamsey. 这类采矿场所得到的原始金矿，刷来送到真老的炼金厂，用上原始的方法加热、加氧气来炼金，最后金仔有一个型就成功啊！加纳矿业监控机构的数据显示，加纳黄金总产量有4成来自小型的矿场。今年前7个月，小型的矿场黄金产量已经超过去年的总产量，达到120万盎司，其中非法经营者占7-8成。And a lot of them are on the international borders, particularly in the north.
So they're in places that are inaccessible. It's easy. There's less government there. There's less government oversight. There's less patrols. 大该人士表示，非法矿场地点较晚，政府是管理袂到，真侪犯罪集团会把持用走私甲洗钱方式，甲黄金卖到国外。虽讲非法采金矿是真侪遮那的人讨赚的出路，嘛是遮那地下经济的一部分。不过过程当中产生的盐、汞、硝酸的污染，唔但危害工人的健康，也对水源甲土地带来威胁。顶个月就有民众走上街头来抗议。Galamsey has to stop. All our water bodies are polluted. For how long do we have to sit and be looking at all these politicians doing us like this? No, we can't. They say water is life. When water is life and our water bodies has been polluted, how can we live long? 遮那12月初7就要举行大选，抗议的民众向政府施压，希望停止非法采矿。要候选人提议讲，把非法金矿正常化，由政府接手管理，安怎彻底解决非法采矿的问题，已经正做是遮那选民关心的重点。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金华社案件继续伫咧侦办，今仔日又约谈11个人到案说明，包含着东森集团总裁王玲玲，也有东森电视总裁张国雄，现任基隆市副市长曲培林等人，要来厘清这金钱流向，而且也逼出一名关键人物，外号叫做是柑仔的柯志如，将可能是这郭文德的秘书。不过检方伫咧敲的时阵，伊本人已经去到日本啦。检方目前也等咧厘清这之间的关系。对提问下手，东森集团的总裁王玲玲以证人的身份向约谈，北检复审了后请回。随对另外一个大门离开，兼东森电视汉无德国籍总裁张国雄嘛，互团去作证。这波约谈的名单，有现任基隆市的副市长曲培林，和跋筊业者陈英祖。还是我们有捐赠金现金的部分？没有都没有。检验侦办金华社案，立民众党主席郭文特羁押期满是无到1个月。对都委会委员、台北市都委会的人员、民众党工、维京集团的员工，佮加上真侪被告，约谈超过50个人。即马调查范围佮扩大，较早瓜班的主任李文忠洪收押禁见了后，检方继续来捉金流，特别大动作团11个人，以证人的身份讯问，而且即马各方逼出又搁有关键人物啊。郭文特过去走行程，伊拢伫咧边仔，互叫做是柑仔的柯志如，互指控疑似是大新的少房，但是北检回应讲，对方人伫境外，涉案的情形含伫案件内面的角色，拢爱等调查厘清。爆料内容可以说是各种乌龙的集大成、大集合。到底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这样子入人于罪？然后呢，让大家拿着错误的资讯，不断的在未审先判。金华社用这律的证据，到底敢有涉及弊案，搁来等调查。不过，内地的议员拢关注检方声称假口押金华社的土地准啊，台北市政府敢会下令停工？他经过法院扣押，只有权利是禁止施工勘验、停止或不予施工勘验。但是是否可以勒令停工，其实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法律依据。建筑，如果他继续做，你就会勒令停工，对不对？对。面对金华社目前处理的做法，台北市长周万安讲，已经要求主管机关都法局莫甲施工勘验。另外，伊嘛搁一摆强调讲，因拢是依法的行政。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的 PCB 抢建国今仔日股票暂停交易，下晡召开重大信息记者会，说明董事会决议，讲12月25开始，台湾抢停止生产，会甲这订单呢转去子公司的这个中国抢继续生产。那建国是强调讲，台湾抢是甲生产线收起来，接订单的业务呢，因是会来继续。那一届可能会甲330人死头路，剩80人尔。我们是没办法知道了，员工都是很正常在上下班啊。采买股票暂停交易一天，也是今年第2届停牌。印刷电脑帮 PCB 大厂建国伫新北树南的公司，货运快递人员照常出入。建国下晡就召开重大记者会，宣布要伫12月25停止台湾厂的生产计划，甲订单转往子公司经络电子中国厂生产。其实建国今年8月就已经卖泰国厂100%的股权给中资。泰国厂因为我们处分掉，那台湾厂的话，这边我们就是把营收转给我们大陆厂做。我们明年预计合并营收应该还保有今年的7-8成。
建国点半年销售比例以记忆体模组帮电脑零件加网通类产品占大面。疫情了后，整体消费性电子产业无景气，各因为原物料起价，台湾厂为2022年开始连续了3年，才决定停止台湾的生产线，是不得已的决定。只有今年停止交易，我们明天会开盘。那台湾会保留研发哦，那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营业人员，也请银行界啊，还是说我们的供应商都要放心。建国是讲，组织调整过程会依法保障员工的权利。新北劳工局伫9月份就收到相关消息，目前请来员工包括外国籍移工103人，拢总有411人，一定会留差不多80人处理后续订单甲中国厂相关业务，实际资金的人数是330人。我们目前也都有一个窗口在跟这个公司这边保持联络，那后续也会辅导公司必须要以合乎法令的方式来通报大量解雇。建国讲会照职业服务法列册通报主管机关办理大量解雇员工，资遣通报日一定是10月初9，生效日第12月底。记者综合报道。未熟悉的台湾苏锡龙最近有这人客甲瑰宝的槟榔放去哩这细块的转台顶头，佮翕影片传到网络顶。店家表示讲，即马已经有全面性的消毒，也会加强巡视，而且也强调讲会用法律来追究相关的责任。这查甫人甲瑰宝槟榔放伫素食店的回转台顶，搁哪笑哪翕影片传到社群媒体，引起大阵的民众闹话干骂。台湾苏锡龙特别发出声明，讲这个人客行为引发餐饮卫生的记录，严重影响到因的名誉，已经委托律师采取法律行动追究责任。我们业主这边其实是对于食品安全的卫生是非常重视的，目前公司这边是打算会对他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偿。台湾苏锡龙强调讲，所有店接到消息了后，已经完成全面清洁消毒，也加强人员巡视，来确保用餐环境安全甲卫生。台北市卫生局呼吁讲，食品安全卫生要全面做伙依护，消费者应该自律，避免污染食品容器，影响食品卫生。那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也要求业者要符合卫生规范。消费者如有不恰当行为可能影响饮食卫生时，应予以规劝。餐饮业者要求从业人员、作业场所、设施设备卫生管理及其品保制度，均应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之规定。如果说他本身有一些疾病的话，他手就是他身体都接触到那个槟榔，然后放在我们的回转寿司盘子，然后他可能会间接的污染到其他食物。今年6月，也有女大学生甲家己4支卡的宠物放伫苏锡龙的披萨顶面翕相，随后已经向业者回失礼。不过，台湾苏锡龙表示，已经提起民事诉讼，目的是咧强调食品安全甲用餐环境规范配合的重要性。那日本苏锡龙去年也发生过高中生钱导游干那的事件，苏当时业者也向高中生提告，并且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最近正流行一种用芳蜡做的糖叫做芳蜡糖。这款糖也出现在咧高雄的夜市啊。市政府也烦恼讲，这款物件会去套滥到工业用的蜡，对顶个月开始稽查。调查也发现讲，这使用的甜味剂超过标准，会依照是按法处罚，而且袂当搁再卖。来到夜市卖糖仔的单位，卫生人员甲糖仔底登去检验。顶个月中到即马，高雄针对夜市老街以及实体网购商店店家稽查，发现日本的八卦夜市，还有大社夜市，拢有人违反咧卖蜡瓶糖。上验了后，发现有寡蜡瓶糖是违反规定，加入袂当有的甜味剂。仁武八卦夜市、大社夜市茶盒。茶货业者贩售蜡瓶糖，蜡瓶糖检出甜味剂与规定不符，卫生局将依违反食安法裁处，并限改下架销毁。这届查243件，有4件无合格，2件是卖蜡瓶糖，另外2件是卖来路不明、无核准的中国食品。蜡瓶糖因为色水真丰富，伫中国非常流行，真侪囡仔爱食。台湾透过网络平台嘛买会到，客伫管道并无困难。魔芋爽嘛，类似那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你说政府可以把关，可是政府能够做到的程度也就这样，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就是其实网络上买东西都很方便嘛。本身就是一个有点噱头的东西，那因为是噱头，所以它怎么制造或怎么样，有的时候是新的东西，它不一定是在法律可以保障的范围内。伊虽然标榜是蜂蜡加果酱，也是糖浆来做，不过蜂蜡成本真悬，市府烦恼可能互不好人士用工业蜡来换，食这有害健康，嘛烦恼另外加了真侪来路不明的物件，恶心、呕吐，甚至便秘。那长期来食用，还可能造成肠阻塞。
那有人还会对它其中的添加物啦，比如说色素啦这些等等造成这个过敏。医生提醒，工业蜡做的糖仔，食侪可能互糖仔塌掉的，严重可能危害性命。不明的人工糖嘛，可能对身体造成负担，甚至引起过敏，建议家长要爱注意。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报道。环境部上届新的调查发现，国内有真侪间病院因为放流水内面的抗生素超过标准，包括台南的基比病院、台中荣总也有阿东病院等等。就专家伫咧烦恼讲，若像这抗生素入到咱的食物链内面，会造成咱人出现抗药性，未来将有可能会出现无药通医的超级细菌。身体若无爽快，只要摕健保卡，就会当去厝的附近的医疗院所，互医生看，是真利便。不过，环境部上新的调查发现讲，最近3年来，国内几啊间病院的放流水抗生素明显超标，可能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如果呢超过我们管理的建议基准呢，我们会进一步的希望能够采取相关的一个削减措施。环境部表示，从2020年开始，小人刷调查国内医疗院所放流水的情形，包括台南基比病院、高雄医学大学、阿东病院、甲台中荣总等等8间医疗院所，发现病院的放流水验出几啊项超标的抗生素。针对这点，有学者烦恼讲，病院甲放流水排落地下水道，若透过食物链入去到人体内底，可能会变作有抗药性，甚至会产生超级细菌。因为我们的抗生素会给这个细菌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天择的作用，让它可以选择性很厉害的这个超级的这个抗药性的细菌会留下来。医院的一些相关的放流水的标准要做修改，会纳入这个抗生素的管理，所以我们也会配合环境部这边最后修改出来的法规。为着降低抗生素抗药性对咱国民众的威胁，疾管署强调讲，行政院已经核定国家级防疫一体抗生素抗药性管理的行动计划，会伫明年正式启动。到时会甲卫福部、农业部、甲环境部等等的相关部会纳入下部会平台共同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无了解，产生着误解，最后却变作是一种伤害。根据着这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规定，有一定规模以上民间企业就要聘请身心障碍员工超过1%。不过，台北市劳动力中建运用处就表示，真侪企业因为对障碍者有误解，无啥有意愿请障碍者做员工，因甘愿纳钱予政府。台北市劳动局打算伫咧10月底举办无限影展，以国内外电影，互大家了解到这障碍者议题，消除对因的歧视。市长歌手萧煌奇伫台中参启明学校的学生囡仔共同合唱经典歌曲。虽然萧煌奇15岁开始失明，生活有较无方便，但是这并无阻挡萧煌奇挑战家己。亲像萧煌奇每年就要参加世界壮年运动会的柔道项目。已经报名了，就是明年的5月好像20几号要参加世界壮年运动会，然后代表柔道的项目。为了让社会看到身心障碍者无限的可能，营造友善的环境，以身心障碍者就业平权为主题的无限影展10月底起稿。台北市劳动力中建运用处表示，希望透过影像消除社会对因的歧视，让障碍者有勇气走入工会场。有一大部分的企业，他们可能因为不了解身心障碍者，他们依法应该要去禁用这些身障者的部分，但是他们可能一直没有开出这个缺来雇佣这些身障者。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当然第一个部分身障者愿意有求职就业的动机，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那个企业能够接纳。按照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规定，一定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至少要雇佣总人数1%的身心障碍者。但是社会上侪人因为对障碍者无了解，定有企业无按照规定行，甘愿纳钱予政府的身心障碍者就业基金准拄煞。台北市劳动局希望透过影展的方式，深入民间校园，让大众对障碍者更加熟悉，降低障碍者的就业难度。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
风台一日来，物件拢创害，真侪规划全部拢爱定来。讲到今年的全民运动会2日伫咧屏东就要起鼓咯。伫咧大平湾的海边啊，要比赛这小演这个项目，本地场地拢已经准备好势啊。毋过风台扫来，全部搁爱定来。另外伫咧万丹的受水池要比赛这水上救生，共款是因为设备互风台渗一个海气，可能需要1礼拜时间才会当修理好势。沙埔真侪所在，阁有着封锁线，涂骹乱七八糟。屏东大平湾的青洲滨海游乐区是今年全民运动会沙埔角力比赛场，但风台山土尔车衫来袭，为大平湾带来强风豪雨甲大影，加上海水倒灌，将现场用甲乱七八糟。再重来一次。原来沙嘞，都覆盖了。车白透早，沙埔扛着一包一包的白沙，工作人员表情真无奈。青洲湾原本是乌沙，为着符合比赛场的规则，官府进前就买来符合规范的白沙铺好，但风台过了后，搁拍转去原形，但会使搁买沙出动怪手顶铺。整理的重点呢，我们会优先从整个公共通行的区域，像是环湾道路、环湾自行车道优先整理，然后再来就是配合整个全民运，在整个青州受创的地方。先把全民运要用的场地也优先做整理。全民运娱乐伫屏东盛大举行，煞伫月初拄着风台，相关单位在后清点比赛场所的灾损，赶紧修理。建立万丹游泳池的遮阳网部分破损，那它是我们普泳及水上救生的竞赛场地，预计修复费用是80万元整，目前已请施工单位备料进场修复。加在伫大平湾，除了青洲的沙埔角力比赛场，其他像举办轻艇比赛的浦东码头等赛场并无受损。官府甲管理处表示会赶紧抢修，互全民运如期举行。记者陈焕武、柯正准屏东报道。中华伫咧1818年捌发生规模7个大地震，县政府对自2020年开始，甲12月初3定做是中华县的防灾教育日。今日特别举办记者会，宣布启动社区防灾宣导、灾民体验等等，加强6个这防灾主题活动，要来提升全民的灾害应变能力。学生摕平板电脑体验防灾的 AR 电子绘本，佮有跳架游戏，互囡仔人哪算哪认捌，若拄到地震的时，爱安怎甲伤害降到上低。拄到地震的时阵要安怎？嗨，安好。自细汉就互因有这种观念，啊，参加这个活动，互因佫愈有知识，会当佫来拄到灾害的时阵，会当来应变。中华县伫1848年12月初3，捌发生过规模7个大地震。县内主要的断层分布伫中华花坛、大川园林、社头、田中、丽水这7个乡镇。为着提升民众的防灾意识，县政府2020年开始，甲12月初3即天定做中华县的防灾教育日，有急救训练、灾民过暝等等的体验活动。阮嘛是首创一个夜宿活动。就是让这个在地这个居民去学习说，如果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在户外怎么搭帐篷怎么过一个生活所以这个是我们所创的一个夜宿活动。今年有发生个04、03的一个花莲地震，还有凯米台风，还有才刚经过这个山头的台风政府跟民间的部分来整个合作，来强化整个一个国家以及社会韧性事实上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最近这几年，极端气候发生的机会甲规模愈来愈大。中华县消防局也望透过防灾教育日的系列活动，强化各单位甲民众的灾害应变能力，面对灾害有上歹的打算，做上好的准备。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咱6年后是搁再举办南洋国际民俗艺术节，邀请18个国家21组团体来到台南做文化交流。那逐天暗时有表演以外呢，伫咧日时文化局也规划外国团体去到社区、学校、宫庙等场所做巡回演出，而且也安排无同款的在地文化互因体验。拍乐弄个闹彩彩兼有人使表演，台南和顺国小头届有外国团队来学校做交流，大个囡仔拼死甲功夫展出来互众人看，来自纽西兰的原住民看甲欢头喜面，拍扑啊兼赞声，因个是坐落去体验台湾在地的家庭文化。会绕鼓的那个是战鼓，醒狮就是那个跳板的那个跳狮子。我们希望教练是说他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战鼓来让国外的贵宾来挑战，利用这个
界的交流机会，和小朋友会使了解就是咱讲的国际理解，交多元文化，这是一届最好搁最成功的交流活动。纽西兰新人舞团这回来校园参观，伊嘛演出当地传统的舞蹈甲歌曲，通互囡仔看到因伫战争是安怎去戏行敌人。即个来台南主要因为南面国际民俗艺术节10月初5起稿，拢总18个21组团体来参与。文化局嘛安排因到各地头行搭，兼做巡回演出，要互大家更加亲近来认捌无同国家的文化。And we love watching your culture that's been given to you by your ancestors. So we're really loving it here. Some of our people are missing home, but yeah, we really enjoy it. 民俗艺术节吼，唔仅是一个国外的团队吼，带来这个精彩的表演之外，嘛希望讲这个文化交流，会当透过这个参访啦等等的方式来达到安尼的目的。因为疫情影响，地书艺术节让6档才去举办，活动为期9天，乡亲唔免出国，得当欣赏各国无同的民俗艺术。文化局嘛期待未来会当参与较侪国家合作，斗阵推广地方文化。记者李成台南采访报道。镜头看来到家己来看这新港文教基金会邀请台湾设计师团队，伫新港文化馆25号仓库举办37周年的特典，以回望新港加展望新港2大主题，展现新港文教基金会态度甲精神，佮特别增加互动体验设计，希望透过这展览呢，互大家感受到新港的未来目标，也佮因的发展。学生囡仔甲对新港的愿望写伫卡片顶面，有人希望公园加较好耍，嘛有人希望乡内有好食的物件。新港文教基金会举办34周年展览，佮设计会当互动的体验，希望大家会当做伙来关心新港这个所在。希望讲大家当来做出意见，互咱基金会，互咱所有新港人的社区的团队共同来努力。希望用这个机会呢，咱会当用这种较简单、较好耍的方式呢，互咱小朋友会当增加因家己对这个新港这个小镇的这个认同。来参观的学校讲，37年来新港基金会伫艺术文化甲环境教育各方面，拢有伫真用心来付出，互庄卡囡仔真侪合适的机会，透过展览的方式，唔但互大家知影新港的改变，嘛会当想象这的未来。来爱为咱家乡开始介绍起，所以真好，就是讲互咱这个机会，当去捌咱家乡到底有啥物啥物特质啊，有啥物活动吼啊，互囡仔会当去参与，我感觉是真好的活动安尼。基金会表示，展览为7月开始，一直到10月底，除了是成果的发表，嘛希望透过互动的设计，互新港在地，不管是教育或者是环保等等的公共议题，会当有更较侪人来关心。记者林瑞婷家己报道。来看新竹县，因是开9亿5000多万的经费，新起一个总图书馆，即马特别完工了。不过附近的居民说是嫌讲这厝顶所使用建材，看起来就亲像大铁厝迄一样。面对着外界质疑，这新竹县政府是解释讲，因使用的是欧洲的阿鲁米合金可拆建材，符合减碳的目标。已经做要8成接近完工的新竹县图书馆，是开8亿5000万起的。不过，两边厝顶白色规大片的外观，和住伫附近的民众批评讲，看起来亲像铁厝同款。就是铁皮屋啊，台湾的特色。虽然说什么是欧洲用的什么铝合什么东西，这视觉上真的是没有那样子的价值。因为不管是这一面的民众，那边的民众，拿各个角度的民众拍来的，就是铁皮屋的样子。所以其实。它真的看起来就像铁皮屋，这件事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竹县长杨文科回应，使用的材质是对德国进口的铝合金材质，耐用佮符合减碳，绝对不是大家讲的铁片。这讲铁皮屋是有点沉重啊。那事实上，这个设计的理念非常的好，所用的材质是铝的材质，也是德国进口的。在世界各地，我们台湾所有做出来都非常漂亮，而且非常耐用，而且符合减碳的一个作用。不过代志发生了，传出负责图书馆工程的文化局长以健康做理由申请退休，时间点今年拄好，也伫拜日的管府内部会议当中引起讨论。我个人的辞职跟这个没有关系，我个人的辞职是前一阵子就已经提出来的。那这一件这个总图的这个一个大概民意反应是这2天才发生的。
新德馆总图书馆是在2022年3月开工，计划伫明年底开馆。面对外界嫌图书馆外观歹看，馆方指出，后续会参团队进行讨论，看当安怎调整。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伫咧法国有一对翁仔某，伫因家己干那8平的工作室内面，家己种菜，使用这太阳能板发电，伫一间个种香菇，过正简单的生活。这款环保永续的生活方式，也成超过1000个家庭做伙来加入。究竟是安怎生活？咱做伙来看卖。Bienvenue dans l'appartement du futur. On appelle ça la biosphère urbaine. 法国工程师查特尔佩隆和室内设计师博尔茨为了实现联合国第2050年和全球碳排降到0的目标，这对翁仔某伫家己差不多8平大的工作室内面，以低科技的设备来做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亲像伫灶骹内面，平常时毋是用瓦斯炉，都是电子炉，但是因家炉的底部直接是连外口的太阳能板，就省差不多7倍到10倍的能源用量，而且太阳能促进隔热的效果真好。这表示讲，因热天无需要开冷气，冬天嘛无需要开烧气。伫厝一边拢种水种的菜色，这嘛是因逐工食物的来源。另外，正淡的下茎仔是适合秀丁菇的生长，因就伫下茎仔的边仔种真侪秀丁菇，逐礼拜阁会当采收差不多1.5公斤。另外，洗身躯嘛，干那用莲花头在洗。一般的法国人一工平均水的用量是149公升，因的目标是逐工干那使用30公升的水。最近这对翁仔某当得肥肉会当食的大狗，因讲食起来的感觉就敢那虾啊，而且伫工作室内面阁饲饲虾仔糖，因为因会当把暖气的有机物转化作高品质的蛋白质。Les larves de mouches danois, elles sont incroyables. Donc c'est elles qui transforment le compost en engrais directement assimilables pour les plantes. Et ces larves, c'est des super protéines animales pour tout ce qui est poules, bétail, pisciculture. 查特尔佩隆和博尔茨的环保永续生活实验，对今年7月开始，按算伫11月初结束。这引起包括营养师在内的研究人员的注意，而且找超过1000个家庭，做伙伫厝内试各种低科技的生活方式。公司新闻新乐播编译。最近天气一变化，明仔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23度到27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3度到31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3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29度。平阳、金门、马祖对22度到27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新闻之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